三觀漸遠，無從契合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兩人成長步調唔同，慢慢就會變成兩個世界。初相處時，雙方熱度一致，話題無數，每日都有講唔完嘅心事。隨住各自經歷累積，想法、追求、睇事角度慢慢出現巨大分歧，共同話題越來越少，溝通不斷產生隔閡。唔係邊個犯錯，只係兩人行進嘅方向唔再同步，勉強相處只會不停爭執。雙方步伐一致先係緣分，差距拉大只會慢慢走散。難道三觀愈走愈遠，仲能找回從前嘅契合？我係子琳，接受疏遠，順其自然，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